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甲金门马祖发布低温特报，冷气团爱到拜六才会减弱，嘛提醒爱注意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台中中港丁清病院一个上百公斤重的病人，伫急诊室要拍遗书，这个对于护理师出手造成护理师吊伤脑中毒。今仔日各地拢真寒，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连江南间，干那5.7度。气象署表示讲，目前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阵哦，嘛继续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甲金门马祖发布低温特报，冷气团就爱到拜六才会减弱。也毋过后礼拜2、拜3，阁有一波冷气团落南，天气会阁变冷。天气冷叽叽，大家人厚衫拢穿出来呀。气象署讲，拜4是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上明显的一天。透早上低温出现伫连江南间，只有5.7度。除了屏东、台东、花莲和平湖等所在，气象署也针对全台湾超过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有个爱到拜六，强烈大陆冷气团才会减弱。在北部以及宜兰逐渐的回温，而且局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低温，那会慢慢的转成是比较早晚会有冷的天气哦，所以温度大概在11到19度。那整体的雨势是缓和下来的，中南部也是逐渐的回温，那温度大概在12到24度左右。那另外花东地区的话，也是逐渐回温的状态，早晚也是比较寒冷的，大概有14到21度。另外，气象署表示，中部以北因为云较高，拢是乌阴的天气。北部和宜兰是雨较济，天气淡冷。气象署也提醒，礼拜因为透东风，遮方面嘛同款会落雨。后礼拜拜2、拜3，新的冷空气落南，北部和宜兰也是湿湿淡淡的天气。是27号到28号。那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大概在东北季风，但是整体来说水汽会偏多，所以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基本上又会再转到是比较湿凉的天气，大概温度在13到18度。气象署提醒，天气寒，民众用电、用瓦斯拢爱细腻。若有要去关山甲海边仔的民众，也爱注意安全。因为2000至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可能会落雪，若海边仔是会有关影。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最近这礼拜哦，天气阁湿阁冷，全台湾有220来个人哦，伊毋是因为受伤，也毋过送到病院进前，就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咯。伫台北市有学生哦，可能是温度变化上过大，坐公车的时候常常唱冷歌，讲袂出话。伫新店哦，有Uber驾驶是常常伫车内失去意识。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所以提醒大家要爱特别注意。查某囡仔面色无好，坐伫咧派出所休困，医护人员赶到位再去病院。在医院等一下，你妈会到哦。这个学生坐公车当中，常常拼唱歌，无法度讲话。阮将驶去台北文山，经过医师初步诊断，疑似是气温变化甲伤过忝，造成黑暗型。配合将学生送医检查，初步研判可能因气温变化或身体劳累导致晕眩，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同款是天气较冷的关系，20日透早，新北市嘛有户人落雨天伫咧随风街行来行去，规身躯一直皮皮喘，警方接到通报赶紧处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一起提供保暖并细心关怀。镜头转来新店，20日下晡有Uber运将驶去青山路要载人客，社区的警卫爱伊驶向前，伊煞无插伊。这个看发现运将失去意识，最后抢救袂回来。是不是天气冷猝死？要个等待厘清。天冷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心脑血管疾病及呼吸道的疾病。那另外的话，有一些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你们有慢性病三高，也要尽量注意好保暖。根据消防署统计，因为肺创伤疾病到病院无喘气、心跳，最近一礼拜全台湾已经有226人。尤其咱台湾这几天天气常常降低，转做较湿冷，体感会较寒，就要穿较少咧。公司新闻陈冠芬、陈宏毅台北新北报道。来看台中中港的丁清病院，昨透早有一个26岁姓林的病人，伊情绪真激动，要拍遗书哦，佮攻击一个护理师，嘛造成护理师面吊伤，佮脑震动。病院甲卫生局是谴责暴力的行为，嘛甲这个病人移送法办。
108公斤的查甫人伫急诊室头前出拳，头部遭受攻击，护理师失去重心，向后边倒伫病床，另外一个护理师为柜台冲出来想要阻止。台中市中港定清病院之一透早4点外发生医疗暴力事件，院方出面严厉谴责，决定提告。是有出现脸部的擦伤、挫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颈部的疼痛、麻木的这些的感觉，还有脑震荡的这些现象。26岁姓林的查甫人是因为倒手刀挂伤，要求护车送医。到院的时阵情绪激动，想要拍急诊医师，经过警卫甲家属安搭到急诊室门口领证，不过马上雄雄出拳攻击姓詹的护理师，造成护理师第一站失去意识，面部刺伤甲脑震荡。警方赶到现场直接逮捕，将违反医疗法甲刑法伤害罪嫌正办。该男子就医过程中与护理人员发生冲突，并动手伤人。警方已调阅监视器画面，并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依法侦办。医疗法规定，任何人免用强暴、威胁这方式妨害医疗业务执行，违法应罚3到5万，或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并科30万以下罚金。不过，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认为，制度失灵，反而判刑过轻，建议政府修法党法。以这为例就好了。那你觉得在台湾的医疗暴力的一个情况怎么会改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政府要求司法院对于这些法官必须进行再教育。台中市卫生局也表达严正谴责，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后续公布通报台中地检署司法侦办，全力支持第一线医术人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关今年买2万剂皮蛇疫苗，一般身份65岁以上的老大人付6000块，就会当住2档哦。也毋过真侪人在抢无的人是真怨叹，所以县政府即马宣布讲，2月开始开放这些老大人来预约2万剂用刷为止。民众到卫生所免费注皮蛇疫苗，因拢是户口伫彰化65岁以上的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户，日下载人有愿真济。不过一般民众就要登记预约，才会当注到县府补助的疫苗。迄讲拢牙医啊，我是第一次听的啦。少咸啦吼。中华县今年自购2万剂皮蛇疫苗，补助一般65岁以上时代，简单需要自费6000，就当完成2剂注射。不过20开放第1期登记，天麻麻讲到时代伫寒风中到卫生所排队抢名额，互老大人讲强要袂堪折，县府赶紧改规则。预约时间改为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发放号码牌。如果现场预约额满，将由卫生所填写候补名单。待低收及中低收名额释出的时候，优先通知。县府表示，2月开始会将剩的4567个互一般民众的名额做一届开放，到满员为止，希望平息民怨。天气遮冷哦，县府安尼改中到时嘛是着会赞的。你透早回来5、6点，落站就7、8、10个，会太冷的啊。安尼天气加较暖和啊。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各乡镇的疫苗配额是照人口比例调整，上济是中华市南西北区的596个，搁来是园林市甲和美镇。袂少时代表示，希望县府会当增加补助，互搁较侪有需要人会当受惠。公视新闻林建生、杨淑晴中华报道。昨暗高雄的左营有2台车伫路面遭烧落。走烧了，警方出动来查车，其中有1台油门吹落就浪港，落尾这台轿车去弄到路边的工程车甲树仔才停落来。另外1台油嘛，互警方抓到，警方嘛表示讲，因为双方是有债务的纠纷，嘛伫车顶有敲到加速器、开山刀，佮有毒品。走，多走，好。看到白色的轿车弄到路边的树仔甲围墙仔，总算停落来，远警赶紧走去伫甲人压落车。高雄左营分局2夜暗时8点外接到报案，讲有1台乌车甲白车伫路里走相撞，警方随去拿查，其中白车驾驶无配合，油门打落就浪港。警方一路就来到合群贯穿附近，有民众听到警察车呼呼叫走出来看，险啊去互弄到，加在人险有过，不过公司的货车弄一个真吃力。第一趟过去的时候，就是声音是远走，我就想说算了。因为第二趟我又听到声音渐渐回来，我就打开门，
然后我想说我要看一下看什么事情，对，所以我就看到车子从这边过来。白车顶关3个查甫，一个查某拢总互人压落车调查。远景也伫另外一搭掠到西乌车姓嫌的查甫驾驶。警方表示，2台车总共5个人，拢干那20桶货。根据了解，西白车姓刘的查甫人欠西乌车姓嫌的查甫人40万，姓嫌的因为钱讨袂转来，双方才会发生纠纷。于车内查获瓦斯枪、毒品及现金，并随后在附近拦查另一台黑色自小客车，当场查获驾驶穷男1人，并于车内起出开山刀1把。警方表示，货车轰弄到的部分将交予交通大队来厘清责任，因为2台车伫大路走相撞，各分别查到刀啊、枪、其他面甲10万的现金。这个人也将按照违反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进行侦办。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郭永昌报道。检察署公布，去年12月诈骗的案件甲财损是有比113年还减少。台东县的警方最近是发现讲，去年底有5件利用色情交朋友的网站的诈骗，爱民众去超商买点数，才答应讲要交往。警方是呼吁民众都唔通相信这色情交朋友的网站。民众拿手机去超商要买交朋友的游戏点数，点完一个看可能是诈骗，赶紧报案，请警察来主动。是要买多少？他说在27000这样。警方好心甲伊扣劝，讲这是诈骗的手路，而且若要约见面，都爱阁买游戏点数。民众发现是诈骗，才无阁买落。台东县警察局发现讲，去年12月份，用这种买游戏点数色情的诈骗，竟然有5件，加做台东县前5名的诈骗案。而且伫哄骗的案件内底，还阁发现讲有人是去互恐吓来买游戏点数。假借黑道来恐吓你。说你骗他感情还是怎样，或是要曝光你的个资。警方表示，其实色情交朋友诈骗买点数的案件袂少，不过加在事当时有超商的店员甲警方配合，才成功阻挡袂少诈骗案。一次10几万也有，他们不一定是用那个手机这样，有可能是那个截图，然后刷条码。县警局分析。台东县诈骗手路财务损失的部分，也是以假投资诈骗占上济，损失1000多万。警方已经加强宣导，嘛深入部落，互乡亲时代了解诈骗的手路，唔通去互骗去，造成财产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的副市长邱成远，和民众党前助理指控性骚扰，双方已经和解。也毋过，最近又有媒体曝光，伊在做代理市长的时，要求讲一定要有一个查某助理对伫身躯边，听去便所拢爱对伫边啊。也毋过，邱成远是背回，嘛要求讲市政府赶紧主动调查。有媒体报道，新竹市副市长邱成远，其实咧担任代理市长的时，要求吕元刚连去便所嘛要对伫咧伊边啊，其实伫检举上对人性骚扰，引起民进党议员批评。新竹市的代理市长邱成远，同样也被爆出有这个性骚累犯的这个前科记录，那甚至呢也是无法好好的管控自己的情绪管控，时常咆哮或是霸凌这基层公务员。邱成远本人出面回应，讲相关的报道拢是不实指控，对家己甲市府的名誉造成真大的伤害，也要求市府赶紧介入调查。对于报道引述相关说法，皆为子虚乌有，已对本人及市府的名誉造成极大的伤害。为求尽速还原事实真相，我要求市府主动启动相关调查程序。本府申诉管道畅通，对任何案件市府都依法依程序办理，并会在保护当事人的立场上严谨处理。市长高虹安拜时参加活动的时，也有回应，讲第一时间就先将吕元刚调离原职，而且已经发动相关调查程序，会依法办理。立刻也依据当事人的意愿，并且依据相关的法规，那将这个当事人呢，以这个工作重新分配的方式来进行了最适当的处理，主动来成立这个厘清的小组。那这个部分也都在法规上都是有规定，我们相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新竹市府指出，对任何案件拢会依法办理，而且会徛伫保护当事人的立场，谨慎处理。这案件到底敢有牵涉到性骚扰，也会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目前总预算案各地欢迎卡关，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是讲会当来公开辩论，也毋过随个讲国会其实就是上好的平台。而欢迎的国民党团今仔是讲因愿意来公开辩论，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是爱总统赖清德亲身出来辩论。我要求就3兆0350亿
整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与立法院进行直接的辩论。115年度总预算案调野一直对价，行政院长杜英台大声化公开辩论，向在野落剪贴，引起关心。不过到尾态度有转变，行政院改讲，国会就是上大上好的公开平台。喊战不敢战。不过在野表态愿意接见，国民党团批评杜英台就是化战不加战，要求举办3场电视辩论，由总调部公局书记长罗志强、首相府书记长林派雄、加杜英台副议长郑丽君、秘书长张敦涵辩论。至少你敢用这个假装敢战的姿态来凸显赖清德没出席弹劾会啊！我要请赖清德总统，你也要学学卓荣泰嘛，对不对？卓荣泰都敢站出来辩论，你连弹劾会都不出席，没出席，然后呢，你也不敢跟在野党辩论啊。国民党团指出，解决问题的上好也是当事人，造成调野争论主要是总统赖清德。罗志强表示，除了3场辩论，买当促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加总统赖清德辩论。你所任命的行政院院长，如果如此的没有勇气，如此的没有担当，连自己要求直接辩论，我们接招以后都可以缩回去的话，那赖清德总统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亲自上阵？这样的一个政策辩论的最大的一个平台，他们不使用，还说我们到外面去谈，真的是放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去找人家单挑。尤其是呢最喜欢定狗机的这个黄国昌。针对在野爱杜英台赖总统出来辩论，民进党团电脑批评南北立委敢若听啊，敢会晓卡预算演戏骗百姓，要求用政策辩论，和总预算交付委员会，行政院长会当到上大的政策平台，也就是国会进行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专业委员会今仔继续针对总统赖清德的弹劾案召开审查会，赖总统无出席，国民党的立委是轮流上台发言，强调讲国会若无法度启动弹劾，等于是甲未来总统讲会当甲法律当作是废纸。今仔民进党团是无阁派人上台去发言，赖总统今仔是出席经济论坛，伊强调讲有坚强的国防、经济发展才有保障。总统怎么看现在立法院不审总预算在搞弹劾？蓝白都说要找你辩论。总统赖清德日也是无列席立法院说明弹劾案，同一时间出席2026 CWEF 天下经济论坛担任讲者。赖总统讲有坚强的国防、经济发展才当得到保障。你没有国家安全，你经济再繁荣，也是为人作嫁而已啊。我们也提出了国防特别预算，我们要打造台湾之盾。国民党立委伫立法院议场抗人形徛牌，考试赖总统无列席。立法院专业委员会日针对赖总统弹劾案继续召开审查会，因为被弹劾人无列席听证会，所以该由各党团推派立委进行发言。哪位轮流上阵批评赖总统？如果我们不启动弹劾，就等于告诉未来的每一位总统。只要你手握行政权，控制大法官，你就可以无视国会，甚至可以把法律当成废纸。民众党团因为发言夜到前一天用完，而无法度指派立委发言。民进党团是无指派立委出席发言，表达立场。我相信国民党的委员自己相关的程序知道，所谓的弹劾案就是一场作秀的闹剧。出来5月13、14，立法院还会举行审查会，第2届邀请被弹劾人赖总统列席说明。5月19就会进行弹劾案的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承诺讲，2026年发电爱用5成的天然气、3成小土炭、2成的再生能源。也毋过去年土炭敢若占3成6。今仔早起环保团体阁就呼吁民进党政府政策就唔通跳票。行动创新卓荣泰，吴梅中火齐泰安。来自中南部的款团办事来到立法院播演行动局，提一张支票，要求民进党政府爱落实当时对人民承诺的政见，在2026年落实小土炭27趴的承诺。我们发动全台湾的2300万人来兑现这张支票，好不好？好。前总统蔡英文承诺2025年进前台湾小土炭会降到30%，但是即马2026年台湾小土炭阁占36%左右，等于是一年烧掉1679吨的土炭。民进党伫2014年因迄阵在野的话讲节能绿能，
你若是一个兑现政见的政党，都像赖清德足在乎伊的羽毛，较紧看变啊，甲过去欠的，较行互台湾人民。来自南投的款团也指出，中南部长期受到空气污染，这10年来政府大社化能源转型，不过看到的是台中发电厂同款是全国上大的烧土炭发电厂，这不是转型，是跳票，是用人民的健康来换经济。我住伫德山，实在讲吼，2、3天都听人讲得肺腺癌、肺癌，有足侪人拢安尼往生的，大家认为讲得这款病，敢若是。侪岁就正常，但是即摆40出头岁都有人得到这种的病。新的一年年底9合一大选，选举年又搁要到啊！款团应春啊，希望明年政府会当马上完成能源转型的目标，互中南部的乡亲马上健康。记者陈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世界规模上大日本新式关的核电厂6号机组伫关起10外档了后，拜3又搁开始停放。这嘛是东京电力公司伫2011年获得核灾了后，头一届有核电机组恢复运转。也毋过，当地民众是真烦恼讲，若又搁有大电动会造成灾害。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细致将锁匙插入去启动装置，上定这座世界上大核电厂6号机组正式停启。北京爱乌核电厂原定拜2停启，因为顶周末发现警报系统设定各样延前1天，控制棒豆豆抽出来，核辐的连锁反应随开始进行。按算月底前机组会达到临界状态，并伫2月下旬正式投入商业运转。虽讲停启当带来就业甲经济效益，不过电厂周边依然有袂少反对的声，居民聚集伫电厂附近的路边，手提反对停启的2排抗机。因毋但对捌造成福岛核灾的当地无信任，阁烦恼北京爱乌电厂徛伫地质无稳定的所在，万不日发生大地震，疏散计划可能完全失效，互当地居民承担真大的風險。東京の電力を柏崎で作る柏崎の人たちだけが危険を背負い込む意味がわからない。あと作る時に。不过，日本政府伫能源安全甲减碳目标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得不加速停启核电。专家分析，北京爱乌电厂是日本上大的核电设施，这个停启毋但是东电停建信誉的里程碑，更加是为着应对 AI 数据中心甲半导体产业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I would also say securing stable energy supply is also a big factor, especially with Tokyo facing projected shortages next summer. So without it, the government warns electricity bills could surge in Tokyo amid rising demand from AI data centers and also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第6号机组停启了后，日本目前有咧运作的核反应炉总计15座。虽讲这是日本摆脱化石燃料依赖的重要一步，不过安怎伫确保能源稳定、甲消除公众核安疑虑之间掠平衡，有关是搁市内搁面临的上大挑战。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再来看南欧的地中海地区，这几天是透风落雨，西班牙、意大利跟马尼塔、希腊沿海的都市拢霜冻甲真严重。西西里岛嘛发布红色警戒，交通嘛大乱，计共是有150个行政区的学校停课。希腊的雅典昨晚落大水雨，引起水崩山，嘛造成2个人死亡。暴风哈利强风引起大影，和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海岸第一排美景的餐厅今年嘛正做受灾户，当面和海水冲甲大岛西湾，强风暴雨冲向停车港口的船只，惊落淹水，路树厝拢倒去，地下基础设施，消防人员一天接到数十件求助电话，交通运输系统也大乱。西西里岛日早发布红色警戒，150个行政区的学校拢停课。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外，尤其是唔通去沿海地区。L'amministrazione comunale ha deciso di far evacuare le case, gli abitanti che vivono proprio nelle strade a ridosso del mare, della scogliera, preoccupandosi del fatto che il mare possa appunto arrivare a colpire le case stesse. Quindi mi sembra anche una preoccupazione legittima. Poi è interessata anche qualche altra via perché ci sono dei torrenti anch'essi pericolosi, per cui questo è insomma. 昨到开始，南欧地中海地区陆续打伫暴风哈利威力之下，强风暴雨所到的所在，伫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希腊各地拢传出灾情。
各国的科西嘉岛直至道路200毫米的雨量，雨水冲破爆发，真侪所在拢淹伫水内。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海岸出现6公尺悬的大型，街路也出现淹水的灾情。暴风圈一路东线到希腊，每点钟超过100公里的强烈阵风。首都雅典西部甲南部地区政府为安全，拢宣布停区。雅典南部郊区一暗时大水雨引起土石流，街路一片路沟糜啊，交通意外真侪，不幸造成2人死亡。公司新闻王培文报道。再来看，捌伫2023年得过社会安全网绩优督导奖的高雄市卫生局心理卫生中心的前执行秘书何建中，伊利用职务涉性侵害，实在是真恶质咯。卫生福利部新设一个社工师挺介查询的专区，嘛已经有公告这案，嘛决定讲要来废止何建中社工师的执照甲证书，撤销伊进前得个奖。就是这个高雄市卫生局社区卫生中心前执行秘书何建中，2023年捌获颁社会安全网绩优督导奖，不过却传出伊涉嫌性侵事件，互社会真意外。对这件代志，卫福部表示，进前已经伫官网设置社工师顶界查询专区，连接各地方政府顶界决议公布，互外界查询。各地方政府都已经依法来设置惩戒委员会。那目前呢，查有高雄市政府完成这一件的惩戒决议，并刊登公报。根据顶界决议书内容指出，何建中以职务的机会，伫非必要范围利用个人资料，故以职务的机会，成年人故意对少年犯刑法强制性交罪，而且经台湾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委员会委员认为，何建中严重违反社工师伦理，依附顶界审议，到尾决议废止伊的职业执照，也有社工师证书。中央如何协同各地方政府呢？订定统一一致的一个惩戒标准，未来必须要去套用到中央地方一致性的一个做法，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杜绝这些不适任人力在机构当中流窜。卫福部指出，社工司法是2023年修法，建立社工师顶界制度，各地同年底发布社工师顶界办法，由各地方政府依法设置顶界委员会，未来会即时更新社工相关顶界资讯。但是何建中的绩优督导奖，卫福部进前已经撤销伊的获奖资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连未要过年咯，花莲县政府公告客停车对2月14开始起价，起到2月22。也毋过哦，花莲的客停车司机是讲，上北市有家人拢对2月11就开始起价咯，因认为全国应该统一就好。北北基国立春节计程车起价时间是2月11就开始，花莲计程车司机就真不满，因为花莲县政府公告的起价时间是2月14，无法度理解为什么比别的县市慢3天。大家都希望在过年前能够多赚一点钱，难道说政府不能够都一起同步都是用这种方法吗？大家统一就不会有这种争吵了。县府解说，花莲县的计程车旧历春节起价时间为96年公告，就是为过年前前2天开始。今年是会2月14开始，一直到2月22，总共9天，每一段加收50，无提前其实也是为了观光。现在花莲的观光比较低迷所以希望就是说不要如果计程车加价对观光客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仍然维持我们过去的做法。全国计程车旧历春节起价时间各县市拢无同，北北基为2月11开始，桃园、台中、台南为2月13开始，全国各地是不是拢会同一时间？民众看法也无同。全国性的统一当然是最好，不过因地制宜，对于地方性的部分，应该有地方性的一个缓冲的时间上的调整，也更合适这样。花莲为0403大地震加0923公布大水灾了后，观光人数如车到即马依然无起来。有部分计程车司机认为，起价时间提早对生理无偌大帮助，是不是应加强观光特色，吸观光人潮来花莲，才是问题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捷运有新的规定，美丽岛高雄车头左营顶7个站2月开始就无要开放脚踏车出入，人驾脚踏车的票嘛对60块起到80块。专线各站伫上班日下晡的4点到暗时的8点，脚踏车嘛袂当上捷运。高雄最近这几天因为大型的活动是有够多，嘛互坐捷运的人数是一直拼过新的纪录。考虑重要转运站运量是有够大的，高雄捷运宣布自2月开始，
凯旋、美丽岛、高雄车站、那不底等等7个捷运站无开放脚踏车出入，原底一人一架车票价60块，嘛起价80块。除了这7个车站之外，其他的车站上下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不会造成说，现场比较拥挤的状况，让大家可能携带脚踏车比较不方便。他是跟我说他很挤啊，当然因为我们也是会搭嘛，所以就变成是比较不方便，变成不能上车嘛，也是我就要到前面2个站去坐车，这样子就也是困扰啦。就是我们不要去妨碍到别人，我们骑车的人，我们不会去妨碍到旅客。高雄捷运表示，为着坐车安全，还阁有多元的交通工具共存，才决定参考台北捷运的做法，拜一到拜五下晡4点到暗时8点，无开放铁马出入。不过，有一寡反对意见。我认为也应该透过大数据以及基础的这个意见收集来了解说自行车族们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他们在新的政策当中受到了哪一些的冲击。比较拥挤，因为人已经在挤了，又脚踏车，对脚踏车的人较无方便啦。其他的民众认为大型活动也是休困日，确实有感觉车厢会较矮。不过捷运外口有足侪公共脚踏车会使租，早脚踏车入站的人数袂伤济，会当参考开放特定车厢来符合民众的需求。公司新闻王柔婷、明昭权高雄报道。再来看石门水库阿母坪风雨崩坑已经完工哦，全长8.46公里的大坑坎清污疏散系统工程，嘛搁设一条8.4公里长的脚踏车道，除了会当来增加运送涂刷的量，搁兼顾观光甲娱乐，那么做伙来看卖。开26亿，经过3年的时间，总算全线通车。规条大约8.46公里的大坑坎清土埋的疏散系统工程，是全国第一条为水库清土埋的车提供通行的道路，也是头一个甲水库的土埋甲现地土壤混合的土埋混合土屯保护工坡面，落实循环，搁再利用，并且兼顾生态保育。石门水库延长寿命非常重要，清淤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清淤过程里面造成的交通负荷。我们希望有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这条大坑坎的清淤道路。清淤道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是采用水库淤泥以及现地的土壤，以1:4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拌合，护坡直升呢，的一个绿色直升的状况非常良好。这条大坑坎清土埋道路通车，清土埋车对石门水库到大溪交流道会当减驶5公里，当年会当增加4.1万黑米清土埋的量，加减少56万公斤的碳排放量，按算每一年会当欠道路维护费大约5600万。有这样的清淤道路之后，你觉得对你们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边有观光啊、健走啊、骑脚踏车啊。真的很棒，你喜欢吗？我喜欢啊，因为我们来这边石门水库住了14年了，每次都在石门水库里面走，现在多了一个新的景点啊，可以往这边走。这条清土埋道路也设一条新的8.4公里长的脚踏车道，会当对石门水库到新北的永高。这是一条60公里长的国际级的水环路廊，和石门水库的观光动线会当看休和北台湾重要的景点接做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教会进前指出讲，学测考生平均选课的科目是愈来愈多，部分顶尖大学热门的校系采集的科目嘛愈来愈多。教育部处长朱俊忠早起是表示讲，采集的科目毋是讲愈多就愈好，会阁来请教联会斟酌来评估。一年一届大学校长的会议，日伫屏东科技大学举行。今年专题的重点之一是培养兼科技甲人文素养未来的人才。因应这个趋势，大学选人才嘛加入下领域的思考，亲像台在内几啊间医学系，都无看英语，开看社会科目。我想那个是各个学系来看，因为他可能觉得，能考上台大医科的，通常英文都会不错啦。我想他有这个意识存在。台大校长陈文忠讲，学系根据需求设定参考采用的标准，台大会提升甲大学课程的合作。不过，专教会长一大批评讲，少数头壳的大学真受环境的考系，因是下领域参考采用，还有学测参考采用的标准，规个互学生看甲雾煞煞，指出学生都要加考挂才较安心，升学甲准备考试的压力并无减少。考科的一个选材不是越多越好，代表辨别度越高。跨域的话，
进大学其实是更容易让学生有机会在大学这个场域做好一些跨域的培养是不是透过选材的方式来做鉴别？我觉得这倒是比较其次的哈。教育部处长朱俊忠讲，参考采用并不是愈侪愈好，下领域培养人才应该是透过大学下领域的教学或者是选修，会甲招联会来讨论。包括考试的科目、入学的表现、甲专业能力的关联，和大学的考系伫咧选择考试的科目的时阵，会当有所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盐寮在地民众早起去立法院登前，民众是讲因为去核数码头，盐寮发量的沙坡地，即嘛是愈来愈少，30冬来恐计已经缩小一半较加，嘛影响到观光产业甲渔业，因是望讲赶紧甲这码头拆掉。新北盐寮居民甲 NGO 代表由幕僚发射绿布护量沙坡，自中价码头起了后，沙坡流失到即马行无几步路就到海。当地里长提出民国84年的老相片，想起迄时阵沙坡面积真大，连上下所在拢大到用拍野球。这个地方以前是大到可以轻航机可以降落的，可以飞的，而且可以打棒球。我小时候可以打棒球。唔要芳的核试运转执照早就过期，设备码头搁要伫咧居民指证，起码头进前拄着风台沙坡流失，风台过后就会恢复原状。听核试促进会指出，台电监测资料显示，数量已经流失超过一半。这个地方20公尺高的厚度，现在还剩下7.5到10.5，至少流失一半以上。发量沙坡营办沙条贵，因为贵，居民指出无沙坡，当地观光业会受到较大影响。没有它的话呢，当地的居民的这个经济真的是堪虑啊。政府能够看在人民的那个经济命脉，应该要把这个美丽的沙滩保留下来。台电是继续进行监测，去年8月份资料显示，海华线继续退休，南平正体出现侵蚀的情形。台电提出过市部计划，佮表示沙坡流失议题已经由经济部组成第三方调查小组，佮请台电团队完成现地验证，过程公开透明，而且已经尽力达成现阶段的目标。总结报告主文由在地团队独立写的，目前在进行修订，绝对无隐瞒或者是造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南西的每年，逐冬拢会请真侪游客来遮看花，也毋过有民众是讲真可惜，拢无开花的状况通了解，公共设施嘛无够。地方是望讲公部门会当来整合私人的梅花园，做伙来拼观光。台南市政府的管理局嘛表示讲，因会来规划。满山800万的一片，往年卡到是梅花开花季节，这是台南南西梅岭风景区低海拔的所在，通看到梅树顶一蕊一蕊的白色梅花，总是请真侪游客来。不过有寡民众认为梅岭遮无回放上新的资讯，加上这搭交通车无做到位，兼无人找无指示，和后边的车骑喇叭等问题。因为公共设施也无够，譬如讲迄个公共便所嘛，停车场嘛，这上基本的。因迄边有迄个官方去宣导，但是过来阮这边家生命机场这边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秘境但是秘境拢是属于这个私人的土地像我嘛。徛在阮商圈的立场我嘛是讲希望讲带动地方。管理局回应，主要因为每年各部的品种、气温和环境拢会影响回访。即阵已经有要求南西区公所逐工上山去掌握回访，兼后续强化指标甲自信公告。无论市府也是西拉雅风管处，拢讲后续会阁检讨赏花动线甲回访发布机制，要互游客伫赏玫瑰通有一个好的体验。民众赏梅的这个品质跟掌握赏花的资讯呢，是否已经请公所每天要了解实际的花况，做好赏花区的一些建议了那也请观旅局呢要加强及时的花况宣导。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梅农，还有就是当地的协会、跟公所，还有市府这边呢，再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会将相关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花况的讯息呢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跟脸书。
另外，南西上款发展协会理事长指出，每领经济每项拢是私人土地，加上部分地主年纪大，嘛无气力去整理。伊希望市府也是时代啊，风管处通出面整合，结合相关嘅业者推动每项利用，协助环境整理，看敢通拓展收回范围，嘛有机会结合加整个油田，带动南西线回观光。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华分园宝山国小甲宝山土地公庙的附近有将近8.5公顷的百日草的花海。即阵花是开甲断水，且袂少人来遮翕相。也毋过有人行入去花海，搭有牵脚踏车入去甲花拢打牌，有人举家刀来遮加花。县政府是呼吁民众着爱有公德心。黄的、红的，阁有柑仔色的花开甲断水。中华分园的宝山国小甲宝山福德寺附近，有将近8.5公顷的百日草花海，美丽景色，成袂少人来翕相。真好翕哦，这偌水咧！你安尼大家都来看呢，任何的角度拢真好看。就是可能今年的面积也比较大，都觉得很漂亮。大片的花海看起来真壮观，大家找角度都是希望翕出上水的相片。但是，有民众发现有人无守规矩，直接踏入去花海翕相，就连脚踏车嘛牵入去花海，缀伫花顶面，甚至有人是摕家刀、加花挽花，真离谱。那真济啊，就快讲者就愈搭愈济，为去啥哦？大家有样看样，就拢去搭入。其实咧，拢有田花路，拢会使搭咧田花哦。啊，用借位落去就会使啊！你搭入去真正吼，大咱热糊糊，足歹看。有人加花啊，因的意思是讲要加点去炒，其实百日草这种物件伊是挡袂久啦。官府表示，中华市农业大观一直有咧推动鼓励农民伫休耕的时阵种百日草、菊甲花，才会景观花草。一来是做绿肥，二来会当互民众欣赏。官府嘛呼吁大家咧赏花的时，就要有公德心，千万唔通损长美景。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来看宜兰的友爱商业大楼，本地是百货公司，即马已经转型有饭店、有 KTV、有健身房，阁有商店哦。伊的地下停车场最近是有民众发现讲，更紧哦，拢看现现，真烦恼讲有公共安全的问题。县政府表示讲，有要求业者一礼拜内就要提出改善的计划。业者嘛表示讲，已经在处理了。赛车入去宜兰友爱大楼地下室公共停车场，抬头一个看天棚的更紧是看现现，民众烦恼更紧的保护若是无够，建筑会有公安的记录。那之前那个地震的时候也是都咚咚咚，那个都掉下来。他们应该会找人评估吧。友爱商业大楼拢总有16层，是宜兰头一间百货公司，若捌是上悬的一栋楼，已经有30年的历史，有一段时间真抢眼。这几年因为其他的商业嘛投入宜兰的市场，友爱百货公司渐渐落车，业者就转型做商业大楼。建筑的内部也是有饭店、健身房、商场甲 KTV， 有袂少民众出入。业者已经派工人去地下室修理，会当看到涂骹拢是修理过程当中倒落来暗毛涂骹。业者讲已经有请结构技师来诊断，未来会针对建筑物来补强。我们已经发函请该百货的所有权人进行改善官府接到通报去现场会勘了后，因为照建筑法，建筑物的更紧袂当看现现，日已经发公文给业者，要求7天内就要提出改善的计划。若是无改善，就会以建筑法罚10万至30万，以护公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当地有一个厝头家，互人真恶乐哦！伊厝做了无介贵，拜一到拜5的早起，佮会传早顿，互厝卡免费食哦，嘛互伊会当来申请租金的补助，所以的套房哦，真少有空房。俗芳烘好，甲巧克力豆抹起哩，边仔阁有现煮的咖啡，要啉家己倒。若要到遮，嘛有准备饭圆。遮毋是外口的早顿担，是租厝1楼的通道。甲一般细厝的所在无同，遮的厝头家拜1到拜5拢会传澎湃早起，互细厝的上班族也是学生，拢有小免费的早顿通好食。因为他的早餐每天礼拜1到礼拜5每天都会有变化，然后他都是由就是专人每天早上7点，他们7点多来上班，直接现做，每天都不一样。然后它的菜单都会公布在那边。之前有在其他地方租过房子，这样
从来都没有遇过这么好的地方。就是可以省一顿啊，对啊，真的可以省一些钱这样子。怎么说？我原本都不吃早餐，这里就每天，而且它可以让我就每天都变得很早起。这栋出租的学院伫屏东中地大仁科技大学附近，有5层楼，大约100间套房，逐个月租金按照房型对4000到12000块拢有。原本厝头家是逐年会办尾假请食饭，但是因为厝脚的时间未拄好，所以即马改做提供早顿。厝头家张小姐讲，希望甲厝脚会当做朋友，会当互因感觉像住咧厝同款温暖。我想说，大家能够在一起都是一种缘分嘛。每一年都花费很多钱嘛。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那就不要做就好了啦。是，但是钱生不再来，死不再去吧。厝头家表示，因已经做满几啊年啊，望厝脚对因拢有介意。虽然因一个月爱开2-3万买材料，搁请人煮，不过提供早顿，互厝脚食了欢喜，一个月搁会当省几啊千块，厝脚欢喜，伊嘛欢喜。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有民众伫嘉义民雄的中正大学附近发现一只狐狸雕，防治所嘛有随派人去了解，也毋过都无搁看到咯。防治所表示讲，狐狸雕算是一般的动物伴，那因为是主人故意放杀，会来追究责任。影片清楚会看到一只狐獴无咧惊人的徛伫路边，到对家翕的镜头金金看。这段影片放伫网络社群平台，引起真侪人关注。嘉义县家条疾病防治所知影了后，就来到现场要找这只狐獴。在本县的中正大学附近有发现一只狐獴的案子，本所已经派员前往捕抓，但是没有发现到狐獴的踪迹。嘉义县的中正大学附近有民众赛车的时阵，意外发现这只狐獴，因为伊唔惊人的反应，嘛互防治所来研判，可能是有人饲，唔知为倒位逃走出来的。防治所指出，主人若是无爱饲，调工放互走去，会按照动物保护法来处罚。虽然狐獴它不是被列为禁养的动物，但是饲主也不应该放养，甚至是弃养所属宠物。依动保法，输纵可以罚3000到15000，如果弃养的话，更是可以开罚到最高15万元。狐獴伫这几年加做愈来愈侪人介意的宠物，农业部去年底嘛咧评估，要有条件开放民众来饲。不过动物保护团体针对公共利益、物种保护甲动物福利的立场，也是反对国内开放饲狐獴，烦恼会因为弃养造成新的生态破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全球暖化，海冰一直扬起，北极熊的生态地嘛受到影响，愈来愈瓦解人类的社区。国际动物组织这几天嘛利用 AI 系统来追踪因的动态，那么做伙来了解。为北欧、Russia、美国、阿拉斯加到加拿大，北极熊离开北极海峡边缘，向南徙到陆地，甚至进入人类社区的案例是愈来愈多。互观测北极熊生态科学家真烦恼。气候变迁造成北极海峡冰原减少，除了引起海平面上升的疑虑，也影响北极熊的生存。That's causing bears to spend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on shore away from their preferred food, which are ringed and bearded seals. That's leading to bears coming ashore in lower body condition in some years. Lower body condition leads to females not becoming pregnant, cubs not surviving, and older animals dying prematurely. 保育团体几年前开始引进军用顶级的雷达设备，用来追踪北极熊的动态。一方面提醒附近居民，设置北极熊出现，也保护北极熊袂因为甲人类冲突有危险。数十年来，雷达科技进步真紧，不过原理拢同款，都是地面发射雷达波，拄到目标了后反弹转来，由天线接收，搁交互后边的电脑。The data is processed by computers. Based on the strength and travel time of the radio waves, a computer determines the location of the airplane. 另外一个问题是，观察各追踪北极熊的地区，气温较袂到零下20-30度。一开始引进的机动雷达车有时阵根本是袂顶袂动，所以这2年改做电池动力。These are purpose-built machines, and what we found, even in the coldest months of the year, when it's like at least minus 30 degrees Celsius, and combustion vehicles in the community are either not starting or not remaining started, these battery electric tundra buggies are burning donuts around them. 改用电动车另外一个好处是较安静。PBI 指出，要接近这野生动物，传统的汽柴油车噪音会惊走北极熊。改用电动车了后，这种干扰感觉上低，观察生态工作也更较顺利。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
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华东地区上低8度，上悬1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